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成。你敢会记得921，或者是不听过921？拄拄啊，才经过大地震，咱是毋是几工啊就放袂记？东西南北拢断层，那千万唔通慢皮等地震，赶紧来看维诺的建筑要安怎做安全，途径佫是卡着什么代志呢？敢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或者是大官好弄毒，故意要害咱？今仔日甲你全盘讲清楚。首先来绍介到咱现场的来宾，头一位要来介绍的是咱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理事长赖建宏赖理事长。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呢是咱宏国德林科技大学不动产经营系兼任副教授林王金林副教授。主持人赖理事长观众们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呢，也是咱线顶咱的老朋友，咱台大地质系的教授陈文山陈教授。大家好。好，那么今仔日邀请到各位呢，也有地质专家，也有这个不动产的专家，专门像王金教授呢，专门咧做这个关于着这个都市更新的问题，赖建宏赖建筑师嘛对着土木建筑嘛真了解。但是呢，咱来看，今仔日传出来讲，台北市呢有这个山卡断层，这个山卡断层呢，讲到这个真活动，台北市、双北市呢，拢是讲在气象局认为讲，这是上危险的一条。地动中心也表示呢，如果山卡断层来活动了，恐惊整个台北盆地拢会陷落，哇，这严重嘛？咱到底来看卖。花莲发生大地震，各地出现灾害损失。根据经济部中央地质所的调查，全台湾拢总有36条的活动断层，其中下过台北甲新北的山卡断层，方认为是上危险的。山卡断层分做南北两段，南边这段为树林向北延伸到北投，北边这段是为北投向北延伸到金山。气象局地动中心表示，若出现大地震，恐惊会致使台北盆地裂去，台北大部分的所在嘛会淹去。大地震的几率在目前看起来并不大。如果三角断层发生大地震，那个情况确实是会非常的难以想象哈。这个就是台北盆地会有一大块地区会陷落。不过地动中心表示，山卡断层短期内活动的可能性真低。有学者嘛分析，山卡断层发生大地震，一届差不多要浪700年，而顶一届台北大地震已经超过300年，到达才过这个周期的一半。不过政府过度的开发，包括五股、泰山、地势较低的所在，吞吐超过2站楼悬，写到未来若去互吞吐，可能会缩短地动的周期，造成大楼倒去、土木变暗、海水为淡水河灌入来。台北部分地区变作是烂地，新增树林以北、甲干道是头一个会受到影响的所在。不只是三角断层，别的地方传过来的地震，震度5级以上都有可能会产生液化。那液化的话，就会让你的这个房子的基础呢失去支撑力。我们有老屋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有这种10几层的大楼，没有经过结构外审的。目前台北30年以上的旧厝有64万户。防灾型的途径袂当是讲讲的尔，就要赶紧落实。学者认为讲，政府还阁要重新清点国土规划，还阁有区域都市计划，透过途径来减少土防地区的开发。地震若来的时阵，才会当甲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咱睇下看到这个影大内面讲到会依山倒海啦，讲到这3个这个山卡断层，而且佫讲到呢，这个嘉南地区的北口断层。这个目镜寮断层，甲六卡断层，咱要来请教到咱线顶咱文山陈教授，教授啦，要来请教讲到这个山卡断层，讲是700吨的这个周期，即摆才来到一半，即摆才来到一半，这到底是危险无危险？咱要安怎来看待？尤其听到的人心惶惶啊！老师，
我跟你讲啦吼，这个伊即马我哈新闻内面有讲到吼，伊个周期吼、周期吼，改成搁真久啦吼。其实我老实讲吼，伫即个科学上，你研究一个短暂的周期吼，上下底吼是爱加一个资料就是啦吼。那目前来讲，山骹吼短暂吼，目前无啥资料啦吼。所以伊即马你有一个教授你评估的吼，其实是真粗啦，哦。但是你讲伊危险无危险，其实我想讲，咱无法度去预测的话吼，那只能看伊的地质条件啦吼。那台北整个即个盆地吼，新北市啊，包括台北市即两个拢是伫种烂土地内面嘛。啊，这种所在大家拢知影吼，特别啊中南部啊是东部地东吼，台北这边伊个药啊特别厉害吼。啊，这阮讲伊就是一个盆地效应啦吼。啊，所以这种所在讲，有一寡外口来的大地震，莫讲伊本身伊的大地震吼，伊是较危险啦吼。那山骹这短暂本身，伊较早在大概1694年的记录内面有一个大地震，和这个大概伊记录咧讲吼，就是树林这附近遮吼遮有含落即个家人下骹还无5公尺啦，阮估计还无5公尺，啊是真大就是啊吼。所以较早有种地震，后摆一定有嘛。啊，即摆头你讲拢伊的周期是安怎，其实咱唔知影啦。所以唯一的即种办法吼，为防止即种灾害，你头主持人你讲吼，即围绕的种围绕的即种建筑物吼，应该赶快改建啦。你要改建吼，符合安全的这系数来讲的话。可能较好。老师，你直接甲我点题啊吼！我顺续甲你问一下吼。啊，这个像这个嘉南地区啊，这个竹口也好啦，木屐寮也好啦，六家这个断层，这个目前哦，在你的看法，无亲像山骹断层资料遐少吧？啊，这三个断层，还是安怎？我安尼讲啦，这南部加去台南这三条断层吼，大部分资料是拢我做的资料啦。啊是。哦，哎呀。我家己就无法度去预测伊的周期啊，其他人嘛咧讲啥，我嘛听无啥有啦。所以嘛，当然其他真侪人有两三四个、4、5个教授，你算这啦吼。其实我想你讲，我最近有你讲吼，因为这种算法啦，拢是估算吼，迄误差会真大啦，吼，所以吼。这莫去想法啊，但是问题是讲，咱台湾的地震就真济就是啦，哦，所以我即摆是讲，其实大家拢莫去管这种代志啊，啊，因为这种地震的预测吼，基本上无啥有可能就是啦，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啦，厝起好势嘛，哦，你厝够有，当初你即摆大的厝是够有合乎即摆的标准，我头仔你讲的。看下你来问建筑师就是啊吼，咱全台湾吼，92以后的这种整个建筑的这安全系数拢有提高嘛。是。但是呢，湘北市吼、ทั้高屏吼，这4个都市吼，伊安全的系数吼，拢比别人低啦。伊是0.22级，其他所有拢0.33级。但是头仔咱一直你讲的。这台北盆地，伊这地质的条件是足歹哦，比别人歹哦。所以理论上，人口这么密集，遮济这个湘北市哦，理论上伊的建筑物的安全系数较悬一点啊。上少嘛，参其他人相共哦，莫讲比别人悬嘛。就是你要达到0.33级啊，但是基本上拢无去修正这个东西。所以我讲，这你来让。来改变就是吼，然后修正较参其他的都市相共。你看，我像你讲的，桃园这南口啊，这桃园台地是上安全的吼，伊嘛是0.33级呢。你湘北市住遐地有钱人吼，你住的厝拢较变做商标吼。所以应该理论上，这种危险的所在是应该较悬。是，那就吼老师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吼，我随便来请教咱的大建筑师吼。这是安怎台北市的这个指数，湘北市的指数比其他县市呢搁较低？应该讲吼，咱台湾吼就建筑物的迄个就
针对迄个耐震设计的部分哦，其实咱台湾的设计规范吼，就设计规范的部分哦，其实是拢经过吼足侪届的地动的迄个经验了，才去做改进啦吼。啊，当然上早期吼，伫咧民国63年进前吼，咱台湾的规个整个耐震设计规范的完整度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完全是无的啦吼。啊，当然自63年了后，就开始哦，民国71年、78年，吼，拢有一寡小幅度的一个修正。啊，到较大了后，就是讲包含到咱921了后，迄个民国88年一道的迄个大地震，因为造成咱台湾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啦。所以伫921了后的规个耐震设计规范的规定吼，是做足多提升，好啊，当然就前头咱教授讲到，就是讲台湾的震区、耐震区，伫921之后，大概去把它分为0.23G 跟0.33G 两种的一个耐震设计的一个标准。是啊，当然这个标准其实伫咧最近吼，其实嘛拢个做一寡讨论啊，尤其是伫这次的地动内底吼，这就是咱即届吼，咱玉里吼发生地动了后吼，就是咱中央气象局吼伊所做的这个叫测站的历史的记录啦。啊，当然你看起来这些种心电图的这物件，就是有三下啦吼。第上面顶这个就是垂直向，吼，顶下安尼震动的时阵，迄个瞬间的地表加速度吼。是。啊，这第二下这个水平向，南北向，吼，南北向的吼。啊，种第三个嘛是水平，嘛是水平东西向，吼。啊，有这个历史曲线内底，咧发现一个重点，就是讲。早期的地震观测记录，其实垂直向的都会较细，弄的都是上下晃动的一个地表加速度，会相对跟水平来讲是较少的。不过伫这一处来讲，其看到就是讲已经垂直向是476 Gauge 啦，吼啊，水平向是500 Gauge 的，相对很接近，吼。啊，这相对很接近，当然就是说会造成就是跟过去的一个咱地动的一个历史记录跟统计的资料，甚至些学界的研究，有可能有差异吼。啊，当然以这届的地动来讲吼，包含就是讲咱气象局嘛讲着讲，这届发生的到底是哪些断层吼，其实嘛搁做一寡讨论啦，吼。啊，当然伫咧这个地震波的这个反应来讲吼，地表加速度的一个趋势来讲。其实嘛是值得吼，阮学界吼，爱个去继续去做一个研究啦。是，金老师，你这个问题吼，你讲的这个答案，我小安要来请教线顶的这个陈教授吼，来甲咱讲者，是安怎即摆水平啊，甲这个水平啊，甲这水滴的吼，啊，咱差无偌多哦。这小等来谈陈教授。另外，咱来到现场哦，一位陈世燕哦，咱是全国建筑安全协会这个协会的这个理事长吼，咱的陈理事长，是的好，嘿，是他拄仔吼，陈教授有讲到，讲咱是安怎湘北市变甲这个全国，尤其像桃园，伊是0.33G，啊，咱湘北市是0.23G，啊是咱要来提升呢？是安怎无提升，还是安怎的原因呢？明明台北市、湘北市的人口甲密集，安怎会无提升？这部分应该是因为我们在盆地的效应哦，它会加速它那个地震力会更扩大，其实是应该要加大的，应该要加大，应该要往上加大，对。这有关机构，这咱林老师，这有关机构是什么机构咧奖励啊？什么咧处理来提升这个标准？这主管耐震基准这个部分哈，这是内政部营建署哈。伊爱去检讨，伊有一个建筑技术审议委员会吼，迄个建筑技术委员会，迄个部门爱去检讨。那拄啊听起来吼，其实咱甲日本拢差不多啦。日本的阪神大地震以前，伊的耐震系数也是无啥高。啊，阪神了后，大地震了后，才开始再过去检讨这个耐震的系数。吼，啊，即马331咱有921。啊，所以这个每一个大灾难的时阵，通常都是爱去检讨这个吼，耐震系数有够无？啊，是毋是爱搁去补强等等？啊，所以拄啊，陈教授有咧讲迄个
台北市、湘北市的这个耐震系数相对的不足，这个部分我也很认同陈教授拄仔你讲的，应该就是中央应该还是较紧爱去检讨这个系数吼。那这是一个牵涉到人命的问题，这袂使。尤其人口遮密集吼，对，这湘北市加起来会上千万呢。嘿，而且讲迄三角断站迄个代志，迄是拢一个预测啦。哦，因为一个预测，因为地动即马目前都无法度去预料当时会发生，啊，所以较早李丰源部长的时阵啊，伊讲哇，开始那迄款的时阵会多几千间的厝，确实真正若发生伫个台北湘北市的时阵，这个代志免不了一定是真大的死伤嘛，啊，所以这咱拄啊主持人伫讲万倍等断站，啊，这个代志确实就是咱家己。居安思危这个代志，如果若家己无放伫心上，吼，啊，这什么时阵要发生这个代志，真正你咧等迄个断站发生的时阵，发生，啊，这人命、这财产、这个损失是真正是不估计数啊。是，咱咧邀请到这个陈教授吼，教授他带这个大建筑师吼，也伫线顶也他都有讲吼，即摆吼。对这个玉里的观测站吼，去看到，这水质的、甲水平吼，东西向、南北向，差无偌济呢。这个现象你安怎来解读？我想我有两个物件，迄个数字我两个物件来讲吼。你看伊已经到0.5 G 吼，真大吼，已经超过咱的房子安全系数嘛。咱花东早就0.33嘛。你看厝吼拢无倒吼。讲到一间去啊，表示咱的建筑物吼，真好啦，算做一都用啦。因为这种地动吼，6.8吼，去到其他国家去吼，你看知道四川那毋是倒一片，对不对？哦，表示咱台湾 OK 啦。好，那即摆还有一个问题是讲，迄两个垂直的水平吼，两个差不多吼。我来讲吼，这主要是因为吼，玉里吼，伊接近这个正央区啦。伊接近正央，所以这两个水平和垂直啊，也差不多啦。好，啊，这个另外一点当然参伊的基盘嘛有关系就是啊。啊，头先讲的，咱较早伫台北市吼，测到的这个水平这个速度吼，加速度吼，拢比垂直的拢较大嘛吼。安尼我来讲啦，因为其实吼，较早的地动拢伫外口啦。哦，毋是伫台北市附近内面啦，所以伫外口内面，外口会传入来的震波吼，这个垂直的这个就减足少去啊，所以你感受到就是主要水平的啦。那但是咱头咧讨论这代志，就是讲山骹吼，这断站吼，如果启动的话啦吼，这个即摆就是你字幕上面写的直下型地震啊，这种地动吼，垂直一定足大嘛，水平一定足大啦。吼，那所以咱一直讲种新北市、湘北市、台北市这个在台北盆地内面吼，行山骹断层这动就是行的直下型地震，因为这个吼，我来讲吼，卖伤大啦，差不多6点多，规模6点多吼，迄差不多加速度好到0.3啊啦，因为你近嘛，啊，搁伫市区下骹吼。老师，0.3加速度是什么概念嘛？重力加速度就一个 G 嘛，啊0.3 G 来讲，就是差不多1/3 G 嘛，哦，这我真歹讲啦哈，但是0.3 G 已经真大啊，咱反正伊参建筑物的关系嘛，你建筑物的0.23 G 安尼啊，啊我就超过你有倒伊迄正常嘛，对不？迄种概念就是啦，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啊，而且头要讲的哈，你新北市内面哈，湘北市内面哈。你有64万栋围楼，这围楼的这建筑物吼，伊当初头仔这建筑师有咧讲吼，这围楼是真侪拢是伫民国63年以前起的哦。迄阵的迄个安全系数是我会记吼，比超过0.1 G 啊，可能无到0.1 G 啊。啊，即摆你经过30、40、50年啊吼，你的钢骨啊，你的水泥拢浮起啊吼，所以你只要0.3 G 来吼，这围楼建筑物拢绝对袂堪的啦。所以我想这是真严重的代志，所以我一直在媒体顶下，你大家强调吼，地动咱是到即
没有能力去预测了。啊，你要防灾吼，唯一的办法就是啦，土气好势啦，吼，这上简单的代志啊。是，你地质专家一再来强调啦，无法度预测啊，有当时家己做的调查都无法度预测啊，吼。所以呢，上重要就是要甲厝起好。连带我就要请教到咱陈世燕，咱的这个陈老师吼，讲到这个台湾，尤其湘北市，目前为止吼，拢一寡围老的建筑物啦，吼，咱来看6都啦，30年以上的啦，吼啊，全台湾900多万啦，吼，平均是32年，结果呢，上老的是台北市，咱来看新北市。29.8，吼，这我知影讲林老师吼有另外一个见解，就是讲咱无一定爱看伊老，爱看伊有围无吼。咱来请陈老师来甲咱解说一下，对这个指数、这个数字来看起来，咱即马目前爱做啥物代志？除了咱已经做了真侪围老建筑也好，都景也好，陈老师是。这个部分哦，伫阮台湾这个超过30年以上的这个厝哦，阮阁遮尔侪，阁几900几万、800几万，啊，这个伫台北市的阁90几万，啊，新北市阁167万。那我们看这个来形成这个围绕改建的这个数字有无？喺台北市的到即马来讲的909件。啊，那909件，啊，新北市的是718件尔，所以这个速度啊，即马逐年安尼阁老一下，啊，迄个厝阁老一下，安尼29岁，即马估计30岁，啊，安尼阁一直老咯，啊，速度我都甲这个比起来啊，实在是真慢啦。啊，那这个部分哦，都是有一个所在吼，比如说。一般收入低的人也会，就是弱势族群可能在一些那些地方都住下，对吧？啊，伊都拍处理，哎呀，伊拍处理安尼，所以这个部分，那政府爱个加码，就是说要诱因啦。这爱来问林老师哦，那小太来请教林老师，但是咧，转来讲吼，这老厝吼，这摆倒去的这个玉里。这间超枪的这栋厝，伊敢是老厝？伊是安怎？伊其他所在，像头早陈老师也讲啊，讲事实上，咱东部的这个厝啊，无遐差呢。敢若倒一间啊，吼，其实无讲倒真济。啊，这玉里这栋厝是安怎倒？以阮过去哦，土木技术工会就这个厝倒去的原因的检讨的过程内底吼，以阮的经验来看起来讲，就是讲，第一，厝的倒去，因不定无可能是干那一个原因造成的啦吼。当然，第一个就是讲，这厝的地动，其实伊的地震力量非常的大啦吼。啊，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这栋厝本身家己规定伫早期咧起的过程内底，伊施工的品质吼，施工的内容到底是毋是有较无好的？嘿对，有可能嘛是有这因素。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讲伊一个结构系统的问题啦吼。这就是讲伊伫咧迄个厝倒去进前吼，迄个街景图啦吼。我伫咧我正手边手比的这吼，这都是伊个厝的后尾面吼，迄个壁刀，规个墙的壁刀拢是白色墙面，这是壁刀。啊，伫咧另外一边吼，就是伫咧伊这个伊这有钉仔卡，嘿，钉仔卡。啊，钉仔卡这头前这条路吼，这就叫民族街啦。民族街这条吼，因为下骹是店面，啊店面因为基本上伊就拢开一个塔门吼，迄个民众吼会当伫顾客咧用的时候，会当伫内底。做一寡坐咧然后休困还是啥物迄个问题，啊，这当然安尼两相对照之下，你就发现讲伊的墙吼，伊的墙其实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啦吼。啊，这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就造成下地动来的时阵，它的墙体的分配不平均。不平均的话，左右晃动的情况之下，力量就会往比较弱的那一边去集中。好，这是一个。过来第二个就是讲，因为这个基地吼，因为嘛是较长流行的，所以当初伫咧起厝的过程内底，其实甲咱正边甲倒边起2支条啊，这叫单跨结构啦。单跨结构只要
过程内底一支条啊，若歹去，吼，伊规个厝吼，伊就无迄个支撑力量，无迄个支撑力量，当然伊厝就变去啊。所以这种就是对于现场吼倒去迄个情景照片去看，也可以研判，就是讲其实嘛是伫往这个比较弱的方向去做倾倒。啊，这个比较弱的方向倾倒，当然就是造成就是说，第一个它原来的一个厝的结构系统吼，这边会枯落去安尼。哦，对是，就是较软卡。嘿，较软卡迄个感觉啦吼，啊，所以这当然伫个过程内底，阮嘛直直去呼吁着讲老厝的本身的问题。不过老厝也嘛去注意着讲你墙体、结构体伫咧大，也是讲伫咧使用过程内底，你有去甲做过变动无？去变紧过。啊，这拢是伫咧地动来的时阵就做最明显的考验，你这个厝到底你经不经得起这款地震的侵袭？是，虽然要请教着咱合会咱。陈世英陈老师吼，咱既然譬如讲，若是我要来说这间厝，我要来看讲，因为咱一般人无啥物知识，无这个专业知识啊，咱才会知影讲啊，这边拢是顶仔骹，啊，这拢无墙，啊，迄边墙会到底，所以这边啊地动来啊，有奈啊安全都安全。这咱是有啥物较简单的判断的技巧，互大家来教咱电视的观众。好，这部分呢。来看就是，你若去甲这个建筑物这个所在，你甲看去，吼，伊个条啊，你有看伊个条啊，这即嘛我们的结构系统吼，拢是那个跨度、个跨度啊，讲条啊一个条啊，结果一跨，还个一跨，一支条啊，甲第二支条啊，还个一跨，啊伊这支条啊，甲后，它分 X 甲 Y 向啦，吼，啊你若 X 向嘛安尼一跨。两块，上无爱两块啦，上无爱有两块，即款厝伊来大较安心啦。上无爱有两块，就是 X 向爱两块 ，Y 向爱有两块，以上啦，以上。啊，但是真侪厝地拢是长高仔厝呢，所以迄长高仔厝爱补强啊。啊，有补强的这种方式嘛？哦，有。老师，你会当甲咱讲一下，林老师。我简单讲就是讲，咱即马。对这个危险的厝，唔是讲老厝就是危险，是啊，所以危险的厝包括就是结构不良嘛，或者设计不当嘛，啊，或者是重新有些违规计经甲这一寡壁改，哦，即马这个 7-11这个部分嘛是共款是，迄个内底壁计经的迄个墙吼，拢甲伊拆开。你去看较早迄个02、06的是围冠。嘛是共款下边做卖场，啊，迄壁拢拆。选软卡去。所以这危险这个代志，其实咱伫讲要渡境吼，陈教授要拄啊，你讲渡境其实分做三种方式。第一就是整建、维护甲重建。啊，整建、维护这个代志，就是咱爱先家己爱诊断嘛。啊，诊断，所以营建署也有提出一寡讲啊，你。紧来快筛，咱即马疫情的时阵，咱即马是毋是有 Omicron？ 咱嘛是爱去快筛再个 PCR。啊，其实咱的厝嘛是共款，咱应该爱去快筛。快筛其实就是爱请这个土木技师、建筑师，也是结构技师，等真侪技术工会拢会当去做帮忙。咱用目测的就知影讲，这个部分可能有什么危险。啊，若是讲。进一步讲，爱去检查这个结构，啊，要甲计算讲安尼有够无够。啊，其实咱拄仔咧看，不管大家即马最近媒体大家拢咧报，就是讲咱愈旧的厝结构一定是愈较无坚固。啊，这个混凝土、木头这个重数浮起，会浮起嘛。啊，所以伊本身的耐震度程度都无够，啊，过来会老化。啊，所以伊的危险度就是愈大家咱烦恼嘛。啊，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咱是爱看讲，你这间厝应该是爱去重建，啊，是讲耐震补强都会使。其实咱台湾对这耐震补强吼，其实比较不管是政府也好，咱人民也好，比较较
较无重视。啊，所以咱即马有真济讲，啊，既然都市更新审议哦，听事真麻烦，啊，就爱管咧。啊，所以咱2017年，咱就有一个叫做围绕重建条例嘛。但是围绕重建条例吼，差不多即马会来到即马5档啊吼，差不多会当起的嘛，拢差不多起完啦。吼，较简单的产权清楚的，哦，较单纯的，啊，较流程较低，啊，袂当起哦。对，啊，袂当起的嘛，袂当起啊。啊，所以袂当起迄个部分吼，即马若较6楼5楼迄个部分，即马要哪创？是。我感觉即马就是讲，咱人民嘛爱去感觉讲，啊，咱即马若遐个厝要哪创？啊，我感觉政府最近即马开始咧思考讲，围绕条例应该爱去修。啊，好。至于要安怎修这个代志，我感觉应该爱真侪物件爱甲伊真侪专家爱入来啦，对，爱去讨论啦。是。啊，我直接就一个建议，就是讲，即马目前咱对这会同意的，其实拢占多数，拢有危机。啊，但是有一寡人讲，我顶楼，啊，我1楼，啊，我拄啊装修，我拄啊装潢好势，啊，所以我就有诶无诶代志足济。啊，另外一款呢，就是讲，啊，我即马互人租人啊，啊，死导游啊，免死冰刀啊，啊，所以即马地震发生到3、4天啊，吼。我问真侪规个公司讲，咱即马海沙污、辐射污，人来讲要来紧拄光无？无，拢无。同款啊，伊就万倍等等战嘛。啊，所以即句你拄啊即句话，大家听观众朋友真正爱受去放喺心肝来想看讲，咱是要去等灾难发生啊，所以我感觉政府应该爱去思考一个问题，讲即马。如果你的围绕若爱100%同意的时阵，那么这个案后壁嘛无可能量会多，啊你无量会多，啊但理事长拄啊你讲这个东西就是每一年的时阵会加伊的税数会增加，愈一年愈老，啊即嘛小英总统嘛你讲双老，啊双老这个部分那怎么办？所以多数决的代志，伫个围绕条例爱去建立。多数决的条例，若无去伫个围绕建立的时阵，你安怎推塞，嘛推塞袂好势。啊，第2点就是讲，我有一寡想法吼，其实我嘛捌甲政府讲过，啊，就是讲你这人有一寡有钱的，有一寡无钱的，你要去塞这个都市更新也好，啊，要塞围绕也好，那你这无钱的，你爱帮忙伊去找钱。是毋是有一个融资保证？林教授，你讲到这个重点吼，咱吼小等这个全盘来讨论哦。现在点一条吼，3位吼，甲陈教授来讲这到底咱这个几年以来咧推上这个维诺啦、都更啦，这个成效是如何？而且是到底是卡在哪里吼？咱先来看讲吼，今仔是9/21咯。台北市啊做着防灾日啊，咱台敢知影讲今仔是防灾日哦。学校的学生吼，就爱学讲要来防功夫啦，啊去避难啦。今仔日讲到一个名词哦，讲叫防灾型的都更啦。咱来看这个报道。听到警报声，全体师生就徛伫咧涂骹，用卡棒保护头壳。21国家防灾日，台北市各学校举办防空地动的复合式避难演练。台北市长郭文泰也到台地高中视察演练的状况。今年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你们要求说教育局这些活动合并来举办。一旦战争发生，你的 WiFi 是不是第一瞬间就会停掉？WiFi 如果停掉的话，我们校园目前已有的 WiFi 能不能转成 Internet？ 还是要每个学校自己要建立它的对讲机系统。郭文泰强调，演习真重要的是伫结束了后，拢要有检讨的流程。不过针对地动，嘛有真侪人咧烦恼。台北市危险老厝济，若是大地动，这个厝恐惊会倒去。郭文泰讲，防灾型的都市更新会使解决。杜更的过程当中常常为了权力分配拖很久，在台湾的营造的能量可以应付的状态下，我们会
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都更做完，缺工缺料太严重了，单预算就要增加20%的以上，政府还是要想办法解决。针对国民党议员王志斌质疑新北有编预算买学生的防灾头套，台北市说无，高媒体表示，伫市府内部讨论了后，认为头套拄着落落来的物品一点仔保护效果就无，落尾决定用学生身躯边就有的卡网保护头壳，是较务实的选择。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哦，咱头听到这个名词吼，叫做防灾型的这个途径啦。这咱老实讲，这是这一次我才听到这个名词啦。赖理事长，你敢有听过什么叫做防灾型的这个途径？防灾型的途径当然就法案规定来讲，法规规定来讲，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叫做防灾，就没有一个法律位阶啦。不过咱听你讲啦，吼，就是讲防灾型都更啊，其实简单讲吼，伊即个讲的防灾型都更就是针对即个所在，可能较有一寡的淹水前示啦，吼，液化前示，或者是以耐震的前示吼，较无好的所在去做都更。可是其实讲完这物件，其实大家就去了解讲，其实甲一般的都更毋是共款嘛，吼，甲一般咱这咧讲的围绕都更毋是共款嘛，就是只要是危险的房子或危险的区域，就鼓励他去重建跟都更。所以其实防灾型的都更，简单来讲嘛，是讲的嘛是都是一个都更的形态啦。只是当然可能比较着重在强调就是讲，你这个所在较无安全。吼，不过对这物件就甲大家林老师讲的就是讲，其实无安全的物件，尤其是咱台北市吼，嘛足侪列管在案的那一种海砂屋建筑，其实大家拢知迄栋厝就是海砂屋。可是伊就是无法度去强制伊去做一寡强制更新的程序。当然这卡咧就是讲，迄个厝主无住咧遮，伊就做厝卡，所以讲歹听的地动了后，受伤的是厝卡，毋是厝主。哦，这就是真大家观念的问题啦。所以当然这个防灾型都更，其实我比较倾向的讲，还是回到一般的都更程序去看这个代志哦。该安怎去处理？给它都更程序当然都更程序有很多的比较繁杂的规定了。第一个面积要大同意的人数相对都有一寡迄个规定当然围绕的规定啦只是不管如何的讲，伊技术工会立定嘛是拢会鼓励民众尽量去思考讲你这个厝，因为唔是讲久就是安怎就是主要是个耐震能力拢是无够啦，所以有法度会当去做这个检讨跟重建，这是我们一直鼓励的事情。是，我来请教林老师老师，你头有讲你应该来推测讲维诺建筑唔通过100%啦，对，无就推测袂行。佫有其他什么美角伫？我讲拄仔讲防灾都更这拢是一个创造出来一个名词啦，然后简易都更啦、得来速、快速通的啦，这款呢都是在讲一些名词而已，创造一些名词。那创造这些名词也不是坏事的时候，互人感觉讲你厝的内底有灾，可能会面对这一些灾害。所以，但是真正讲要做防灾的都市更新计划，就是爱专门呢，要有一个防灾计划，防灾的准备计划。那今晚回过头，迄个代志是政府爱去做对人民来讲，就是讲咱今晚厝要重建，要行围绕也是好，行这个都更也好，都更就是会使多数决，即马围绕袂当多数决，所以我拄仔你讲，即马要解决迄较关键的联动式的，即个较危险的即款的那么第一就是爱帮助伊会当有一路头，爱用多数决，较解决这一寡抑阁无同意的这人，如果大多数拢同意，这个。因为一栋厝有一支即脚，这有一个团体性，所以迄个部分还互伊多数决。那多数决了后，如果是讲咱经信会要组成，重建会要组成，有一寡人有钱，有一寡人无钱，所以我感觉讲政府可能爱摕一寡筹码。拄仔讲陈理事长有在提供，有加码。坦白讲这个容积加码这个代志唔是一个讲好的一个办法。日本老厝要翻新，伊有一个重建条例，伊无甲你容积奖励的。伊就是互你
补助，互你补助经费的补助，直接补助公共设施帮你开辟，过来就是帮你资金的融资，用甲融资。你融资的时阵，我经生活要去借，银行拢会惊，政府甲你保证。因有一个重建的协进会，因的协进会，因有政府的人，也有学者，也有开发商，也有这民间的团体参与的。伊迄个部分政府有一笔基金互因伫管。像即款情形的时阵，咱围绕条例甲都市更新条例，咱爱去思考讲，其实伊欠的物件，咱也会当甲伊补。你融资伤过济，其实影响的都市计划、都市品质、生活品质，其实拢歹。一个社区内底伤恶杂，这有起啦管一直塔管起。我感觉迄毋是一个好办法。而且咱即摆来甲你讲双老啊。老人济，大家无要生囝，无要生囝，因为少子双老化的时阵，老厝个老人。对，你厝起遐济，有一寡所在吼，我捌伫咧另外一个媒体咧讲，有一寡所在，日本即马已经咧处理一寡空屋，要安怎甲伊强制甲伊拆掉？空厝哦，伊毋是重建哦，要甲伊拆掉，因为无人要去住嘛，无人要去住嘛，所以咱即马伫遮讲，会当重建，爱紧重建。若袂当重建，就耐震补强。我觉得这嘛是同款，因为耐震补强有当时嘛是10户内底有8户同意，7户同意。咱即马拢甲伊讲，你若100%同意，我甲你补助。结果就是放喺遐，放会着食袂着嘛。所以像即款情形，拢是爱法律制度爱搁去松绑。爱去松绑，我感觉讲这个部分应该，若安尼的时阵，政府的代志就应该伊的责任就尽啊。咱人民家己爱去思考讲，这个物件厝是咱的，咱伫大居住权啊是咱的，财产权啊咱家己要去安全，咱就爱紧去做这个重建。对啊，是。我咧请教着罗建律师吼，其实罗建律师伊家己嘛参与着真侪多件的案件吼，来讲你家己的经验，小弟嘛请。陈老师来讲看卖吼。其实吼，途径的困难就是伫咧分配啦吼。上简单讲，分配吼，就是民众的角度，当然早期咱听着讲一坪换一坪，不过伊真啊行起来了后，就是会发现讲，有的伫咧住宅区的部分，因为伊原来融资都已经超过啊，你搁看到报到伊的真啊规定的上限嘛是无够。无够的过程内底咧，伊就开始这住户是开始摕一寡钱出来，有钱的可能搁会当搁讲，有的是无钱的，根本无钱的，根本你要讲的机会就无得讲嘛，这就是一个困难啊啦吼。过来就是讲，以即仔建商的角度，伊当然，大家人做这物件投资，就是一定有成本的投入，到有后摆的利润的索取嘛。这个过程内底就会变成两边的看法都无共啊，吼。当然，我认同导老师讲的，讲容积不是一直外加。当然，我嘛听过讲，无你拢保护伊就好啊嘛。问题是，欠偌济保偌济咯。容积这物件是一个都市计划一个角度的规定，就是讲伊会去考虑讲整个这个区域内底吼，会当使用的一个土地使用强度。可能这个所在人会当较侪，所以伊当起了较悬还是啥物的？当然有的所在袂当遐尼侪浓缩能力的时阵，你起到尾啊，你像这就在低压车共我低压拢挤在内底，你也没有那一种品质嘛，所以这拢是爱规个去检讨的啦。当然，阮是比较建议就是讲，包含就是讲，无多都更的过程里面，其实民众爱去思考，就是耐震补强。以我头拄讲的这个角度这栋厝其实头拄伊也会当，其实伊是会当去做补强的，就是伫咧即个本来还有机会。这边这个塔门遮伊边仔才有一条啊，伫条边仔搁做一个结构异墙，它可以相对的去承受它的一个结构强度，这还可以继续使用。就是讲它没有在办法做都更的情况之下，其实必要的结构补强是可以去做的。当然这都当然嘛是牵涉到民众的伊个观念嘛，就是讲第一开钱这当然，大家讲的这是一个透天厝的案例。不过你也搁去思考讲，大楼的部分去做结构补强的时阵，刚刚分区使用人遮济着，这就是甚至讲钱要分担。赖老师，你是
你参与着多间有成功的例无？当嘛是有啦，也是有啦。平均拢啊走啊偌久？无时间其实拢几啊年以上啦。不过你也讲所以想要到尾去推动一个围绕重建的一个规定的结构，它鼓励一个小区域所有权人单一可以去做的一个都更程序当然围绕走到外面，我很认同林老师讲的，就是讲有这侪厝的会当做的早拢做袂当做的，伫国家喏叫伊做，伊嘛是有迄个困难。所以是欠钱项啦。今日欠钱项，我要来请教着陈老师讲着讲，这上后尾就是讲人人心不足蛇吞枪啊！我就是好，佫要佫再好。我本来就是1.3啊，看有通佫较济无？我就是1.5啊，看有佫较济无？就是无就是欠用的人就是无钱，无线通摕出来。这个政府在这个其实听这个赖老师像这个林老师讲过，其实。这个条例当中咱有相当程度政府有补助有一寡资源，到底是欠缺在哪里？是安怎多建的速度，或者是讲是规脑建筑的这个速度呢，较慢着？是，这拄啊林老师讲我迄个部分，我讲加码的部分我是讲就是补助那个我们整件维护我们整。精简维护的这个都更的方式会使去做迄个补强，嘛会使维护阮人民的迄款性命，安尼去补，因为即马政府有1000万，就上济补助1000万，互你去补强，补强的算起来偌济，算起来会拍那个拍数，毋是迄个钱迄个工程费我45%、50%安尼甲你补助啦，上济1000万，我是讲这1000万甲你有到2000万的，伊互你去迄个较有动机去款补强，互去补强安尼伊踮咧内底大，伊拄更慢嘛，围绕慢嘛，拄啊有讲一个是简易拄更简易拄更部分都主要是讲迄个比如说土壤异化迄个所在伊本来都更是30年啦，30年围绕30年以上的厝啦。伊说你若是踮咧迄个土壤异化的所在，你在20年以上的所以把年数减少。个迄个面积嘛，甲你用细，应摆是1000平方公尺以上的，迄款才会使拄更嘛。即摆甲你讲500，所以互你面积较细，你就再用简易拄更，就是防灾型拄更防灾都要防灾什么？就是一个消防，你可能是消防设备，你们那个社区危灾危险，还有一个避难空间没有，所以这个是优先要做的。那再来就是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土壤异化的部分，是，对，这个部分。林老师，拄啊讲迄个补贴敢若45%其实毋是中央有规定讲各地方政府爱去检讨。咱的更新计划内底有整件的更新计划，如果一个所在啦讲真危险，也是一个街廓也是一个迄个区域内底真值得去做整建维护的时阵，伊会使划定为迄个策略性的都市更新地区。策略性的都市更新地区，不管是重建区还是整建区嘛是，整建区若伫互伊有一个策略性更新地区，咱新北市迄个三峡的老街迄个范围内底拢是有做策略性的整建地区。整建地区当然是门面也会使补助，这个工程补助，内面的条，迄个条会使补助，电梯也会使补助，迄补助的额度会使 double。你若原早是40%，伊会到80%。所以并毋是讲拢无规定，就是讲地方政府爱去较全面性的去做这个部分的检讨。老师，你讲到重点啊，中央有法令，也有法律，是安怎地方政府，或者是讲应该袂使讲完全地方政府是安怎？这个进度也是较慢，甲什么代志有关？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啦咱去年2021年的5月初10咱有收一个法，就是讲
上危险的，咱爱甲伊强拆，吼，你已经像这个维管啊，还是像这个城中城啊，你就是强拆，啊，像即马玉里这嘛是爱强拆，啊，市政府、县政府叫人去签同意书，咱需要，迄就是爱去强拆，啊，那么强拆的时阵，咱都经条例内底有规定讲爱协商、爱调处，迄个代志旧年修无用，你若是认定讲直接退确掉。实有结构安全的问题，已经属于符合建筑法81条的时阵，你就是直接去做。那么，较地方政府的时阵，就惊公务人员变得惊责任，惊责任就讲歹势，你就爱甲90%拢同意，我才要甲你。公务人员，伊家己做一个地方法规、自治规则，过来甲你规定讲，加强加90%才要同意，才要甲你强拆。那么这就是对民间来讲的时阵，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啊！你即马中央定的法律去到地方，伊才佫甲你缀石头，另外缀石头一种加码啦。对，所以这个部分哦，我感觉就是讲政府吼一体吼，按对这个法令的适用甲这个执行，我感觉爱落实。至于讲咱也无够的迄个部分，咱就对中央来建议，对地方怎么去简化。所以即马6都的市长的条算，大家嘛加码，但是你爱看到即马的症结症结点是伫倒位，咱爱针对迄个部分去拆。法规的松绑吼，那个改束绑啊，放宽，伊的束绑爱改放宽。那么这个审议爱愈透明，奖励这个要件爱愈明确。人莫讲安尼，互伊有简单好执行啦。简单明了这两句我感觉就是有够啊。但是有一寡人就是对这个简单明了这个代志我那么安尼要阁有什么疑义就麻烦。我感觉这个部分真正是需要地方政府甲中央好好去合作，一寡这个束绑的代志还是要松绑。是，阮理事长，较早林老师也讲着，讲日本人伊其实无做这个养殖的这个奖励啦，无一直互你去，而且是用叫做激励金啦，是毋是？叫做激励金一个基金互你做规划，互你通碰大，互你通有通起这个灶，继续来进行。台湾敢有可能进行这种代志，或者是讲，甲这个途径，或者是讲维诺建筑的代志呢，变做公共化。譬如讲，咱学生有这个病难保险，或者是强制性的第三人的这个强制险。像这种代志，咱来做一个途径险，敢有可能？其实咱台湾是安怎直直咧讲到农机因为这嘛是咱台湾一个历史工业问题啦。因为第一早期的时阵，咱台湾的建筑的管理内底其实无一个叫农机管制，就是讲你这个土地，伊家有一个建批哩，看你这个土地边仔迄条路是偌大，你咱就起偌悬，所以会造成早期无农机管制，你只要用新的规定去限制伊农机管制的时阵，这旧厝要去更新的过程内底，就发生这个问题啊！我本来就是用这个，毋是我家己去造成的，是你政府早期的政府变做我来承担，变做我来承担，所以就变做讲有遮尔济迄个农机奖励的规定。当然农机奖励讲有足侪方式嘛，你这个起厝的过程内底开一个较大的迄个开放广场，互人用。也是讲有，结果有个人去了，才收起来。佫有个佫停车场，到尾佫无入去用的，拢是有这个问题。毋过伊这个手法就是讲，目的就是要互这个周边的环境佫较好啦，是安尼去做。毋过我很认同的老师讲的，讲其实政府会当去后摆去思考，讲除了农机的问题了后，其实会当用资金的角度去协助落实。卡伫钱项啊，都是钱的问题嘛。因为你这钱无去处理，民众家己啊摕钱。民众毋是大家拢有法度手头，会当去量上会当去处理这个代志。你若讲政府用这个角度，钱的问题、资金的问题，政府来甲你斗相共。我相信这个物件，大家诱因会佫较大啦。是，但理事长，你来甲咱看除了这个钱项，咱你有同意讲林老师甲赖理事长所讲的，讲上好呢，直接用钱用一个基金来组成，来做
统筹的这个运用。这个部分，因为行到这个抗战来啊，吼，真正要推动哦，什么代志拢用啊？迄拢用啊，对。这个部分，可能是用一寡基金吼，去譬如讲啊，这个若成功的案例吼，伊用一寡基金吼，要变成一个基金，然后让他可以去做保险或是什么的方式来做那个来找做迄个。别的会使拄根的，会使围绕的，迄个后手他继续，后手他继续啦。我安尼一直无到啥物物件，啥物政策拢甲用去嘛。是。林教授，拄啊讲这个多惊险这个代志吼，主持人这个很有创意是啊。但是你若所有的厝吼，拢爱做这个保险的时阵，我感觉这是一个。因为咱保险是一个大数法则嘛，啊，你就1万人甲5个人去对赌，伊发生代志的人差不多无可能超过5个10个，啊，所以保险这个观念吼，咱政府其实会当去思考啦，啊，不过保多惊险也是保全面的地震险，我觉得这些东西的名称，咱会当去思考啊，但是这个风险，我感觉政府嘛会使参考，是啊，那么至于说。咱退役户籍啊，怎么样保障？